That was a game that we deserved to lose wholeheartedly. They outplayed us right from the tip to the final. We were stagnant, and we definitely took them lightly.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at. I worked really hard to create an urgency and a focus the last couple of days, but we definitely took them lightly. 然后觉得说，今天整场北方远从一开始开赛就打比我们积极，所以其实这样输球对我们来讲真的不意外。当然，其实在这礼拜那球运球过程，教练一直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把大家的精神状况啊、共识能够调整好。但是今天可能他就说在心态上来讲，可能没有那么积极，比较放松的情况下，最后让领航员就他们确实教练有说，我们输球一点都不意外，他们确实打得比我们积极。好，谢谢。那也请阿敏跟我们谈一下，你觉得其实对照于昨天，那今天好像是一个蛮意外的结果。那接下来要回到彰化去是2场5场的比赛，那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？就这样感觉蛮好的，这样才像是一个季后赛嘛。对啊，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做不好的地方啊，然后就是也会利用这1-2天去做修正。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比较自己主场。当然就不用说了，这样就直接把他们结束赛季。然后，没事，就说一下。没有啦，我没有特别要说什么。那当然就是，今年是元年嘛，那其实就是很多可能地方制度上或者什么，并不是那么健全。那其实每个球员到教练，然后各个工作人员什么都那么努力。那其实我相信裁判这一块他们也很努力。那我当然今天这场球确实，真的我们吃了蛮多不少的亏。对啊，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也不能当做借口。但其实稍微也希望就是能够提醒，因为你总不能犯错的然后去记。